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24号，公元2018年2月9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觐见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增贴人生新使命，复兴古印度智慧。司政洛萨桑格首次访问非洲，司政出席新德里汉斯拉伊大学校友会。西藏前知名政治犯在拉萨抗议中共当局后被捕。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谴责中共对拉荣5名佛学院管控措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加兰姆塔库尔先生于上周三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2月1号上午，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加兰姆塔库尔先生在达兰萨拉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陪同首席部长的有水利和公共卫生部长辛格塔库尔先生，以及其他几位内阁部长和其他官员。尊者在会晤中同上述官员讨论了古印度传统如何为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并指出要通过完整的教育系统来推动这些观念。首席部长杰朗塔库尔觐见结束后向记者表示，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是为了祈求尊者的加持与祝福。本月早些时候，首席部长在达兰萨拉会晤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在各种场合强调古印度智慧对于提高人类思想以及消除负面情绪等方面带来的极大贡献。鉴于此，达赖喇嘛尊者已多次在各种场合和法会上强调，为了普天众生的利益，将毕生致力于重振这一殊胜的精神财富。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于近日发公告宣布，在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3大使命中，增贴复兴古印度智慧这一新的使命。公告指出，达赖喇嘛尊者长期以来谈到将致力于重振现代古印度青年人对古印度智慧的认识。尊者相信，当今印度人对古代印度智慧的深刻理解，以及印度传统文化中对心理层面的研究，如禅修等，对当今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印度有着悠久的逻辑和推理学的历史，达赖喇嘛尊者相信，从世俗的学术角度来看，古印度智慧可以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尊者认为，印度事实上是专门为实现这一古老智慧和现代教育相结合而存在的，以便在当代社会中推动更加统一和具有论理基础的理念。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3大使命为：促进人类基本价值观，如慈悲、宽恕、包容、知足及自律等；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和谐及相互了解，保护与发扬源自古印度那兰陀传承之西藏宗教文化，以及保护西藏生态环境。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于2月5号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展开访问。此次访问是司政首次对非洲大陆的正式访问。在司政罗萨桑格抵达约翰内斯堡机场时，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和狼人佛教中心的代表尼尔等的隆重迎接。抵达约翰内斯堡后，司政罗萨桑格参观了狼人佛教中心，并与南非媒体进行了互动。此外，司政应南非加纳塔自由党的邀请，原定于2月8号参加南非总统祖马在议会中发表国情资讯报告会。不过，由于南非国内的紧张政治局势，这一行程被推迟。司政结束对约翰内斯堡的访问行程后，于2月6号晚抵达开普敦进行访问，并受到支持西藏团体等的热烈迎接。
斯正罗萨桑格在南非西开普省斯泰瑞博斯大学发表《国际政治与流亡群体有关的人权与国际法：西藏与联合国及欧盟的互动》为主题的演讲。此外，斯正罗萨桑格在结束对欧洲3国的参访行程后，于2月4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受邀出席了由新德里汉斯拉伊大学举办的年度校友会。斯正罗萨桑格在校友会上对汉斯拉伊大学的邀请以及对该校校友协会的成员表达了谢意，并表示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对西藏的正义事业至关重要。2017年，汉斯拉伊大学向斯正获颁甘校圣雄汉斯拉伊奖章，以表彰斯正罗萨桑格对西藏自由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此次校友会由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学术界和商界代表等数百名不同领域的人士出席。另外，西藏纳曲地区所现知名前政治犯洛朱嘉措于1月28号在西藏首府拉萨进行和平抗议，再度被警方拘捕后失踪。近日获悉，他被中共当局关押在纳曲地区所现。现年57岁的西藏纳曲地区所现藏人前政治犯洛朱嘉措于1月28号在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前进行和平抗议，第3度被警方拘捕后失踪。近日获悉，中共当局将他关押在所现监狱中。目前还无法获知洛朱嘉措抗议时呼喊的口号和诉求内容。在洛朱嘉措和平抗议前拍摄的不到2分钟的录像中，洛朱嘉措介绍了他将进行和平抗议的计划。他在录像中谈到，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西藏人民为世界和平与非暴力所做出的贡献等，并表示，在2018年1月28号的这一天，他将正式展開推动世界和平的活动。다행 이동 뼈질류 나와 당부 세반니 지니 모스 잠네 시디 링고 고즈기。洛朱嘉措是西藏康区纳曲地区所县若达乡索卡村人，曾被判入狱21年。他于1993年1月17号被纳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关押在拉萨扎旗监狱中。1995年3月4号，洛朱嘉措在扎旗监狱内代理狱友高呼“西藏独立，中国退出西藏”，请愿达赖喇嘛尊者长久住世，600万藏人要团结一致等口号进行抗议，以及散发300多份手写传单。3天后，当局决定对他执行死刑。然而，在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等组织的干预下，当局最终未处决洛朱嘉措，但加刑6年后被转押到拉萨曲水监狱中。在服刑共21年后，他于2013年5月2号刑满获释，但因在狱中长期遭受非人折磨，导致健康状况非常差。而在出狱后，洛朱嘉措被软禁在家中长达4年。请继续收看最后一则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吉姆·麦戈文于上周三提请美国国会众议院关注中国政府对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所实行的严厉管控措施。议员吉姆·麦戈文于1月31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内谴责了中国非法摧毁西藏最有影响力的拉荣五明佛学院，并指出中共当局违反了其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吉姆·麦戈文表示，根据人权观察获得的中国官方文件，约有200名共产党员干部和非专业官员正在接管拉荣五明佛学院的，包括行政管理、财务、安全、招生，甚至筛选教科书，以及在2017年拆除拉荣五明佛学院僧舍和驱逐僧尼的工作。中国表示，尊重宪法所赋予宗教信仰自由的言论是一派谎言。
当政府要求身为无神论的官员负责管理宗教机构，当国家要求人民坚定其政治立场，并告诉学校需要教什么，学生必须维护无宗教信仰的共产党政府时，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宗教自由了。吉姆·麦戈文强调，如果白宫还保持沉默，特朗普总统不采取行动，国会就必须对中国当局摧毁和控制藏传佛教学习机构令人震惊的行为采取措施。中国当局对包括拉鲁五明佛学院在内的西藏佛教寺院实行新的行政管制措施，是针对各个层面而实行的。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